你们要渴慕上帝的话语，如婴孩渴慕奶一样啊。所以这是所以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除去，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等等，除去啊，这里原文里面希腊文它有这个脱掉的意思，就好像人脱掉肮脏的衣服一样，又像脱掉肮脏衣服一般，弃绝身上不该有的恶行这很生动的有图有 image 的有图像的就是说好像脱掉肮脏的衣服一样脱掉肮脏的衣服一般，弃绝我们身上一切的恶行。那个就是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。彼得说要把这些从我们身上脱掉，弃绝这些的恶行，除去，然后除去五样的恶行有恶毒，恶毒就是邪恶或者恶意，然后诡诈就是欺骗、诡计。假善就是虚伪、假冒、装假，然后毁谤的话就是贬低别人的话，说坏话。另外一个就是嫉妒，我们比较熟悉的嫉妒五样的这个恶行。那么彼得说要从我们生命当中脱掉这五样的恶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第一个就是除去这个恶毒除去一切的恶毒。一切的恶毒是指各种各样害人、毒谋和恶意或恶意或一切的坏事就是恶毒